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0月14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郭伯君。新闻头先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民党甲民进党下晡讨论2024年总统大选敢要合作，双方达成要参加3场辩论会的共识。要来安怎推出候选人，双方的想法是无同。报道迄届大奖金奖颁奖典礼下晡举办，小等的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看颁奖典礼，阁有少年辈安怎传承报道戏。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继续，哈马斯表示有侪囡仔甲时代因为战火过身，阁有国际记者死亡受伤。以色列对加沙发布24点钟以来爱特地的警告，同时间空袭的行动也来进行。哈马斯13表示，伫咧离开城市的车队当中，至少有70个时代囡仔因为空袭过身。另外，阁有国际媒体记者团也和以色列军方的军火弹着，至少有1个记者死亡，4个记者受伤。连续7天的空袭，加上地面战争，就特别开始拍警告。加沙往南的交通路线13出现一台一台载规家伙仔甲物件的车辆。以色列发布最后特例通牒的同时，空袭行动并无停止。哈马斯表示，有2成的车队予飞弹击着，已经至少造成70人死亡，里内的多数拢是妇女甲囡仔。العمل في أجدادنا بالعمل فينا اليوم اللي بالعمل في سجاد أجدادنا زمان بالعمل فينا اليوم بتهجرنا。联合国设伫加沙的人道援助机构指出，撤离110万人，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24点钟之内要达成，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而且这么大的都难调，要安怎安置？以色列前外交副部长阿亚龙向半岛新闻表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应该走往埃及的西奈沙漠，遐有准备好的布棚市来待应。联合国安理会13个一摆就以巴问题召开紧急会议，秘书长古特瑞斯会前向媒体表示，加沙局势已经达到危险性阶，强调就算是战争也要开战，佮警告唔通使用政治作为人马盾牌。We need immediate humanitarian access throughout Gaza so that we can get fuel, food and water to everyone in need. Even wars have rules. 以色列伫南部地区进行自1973年以来上大规模的动员。总理纳塔亚胡13伫全国电视演说中指出，报复行动才拄要开始，就抓歼灭哈马斯。那当地黎巴嫩贝鲁特访问的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是经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的攻击，将会得到抵抗中心的回应。伊个就是伊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联盟的回击。另外，以军13伫黎巴嫩南部边界炮火，接到当地进行采访的外国媒体记者团，路透社联合记者伊萨姆不幸当场身亡。半岛电视台甲发信社也有4名记者受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战火紧张，侪国外社区的犹太社区也有传出攻击案件。伫咧法国东北部的阿拉斯有真侪犹太甲穆斯林的人口。13是发生校园攻击事件，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也那伫中国的北京有侪外交使馆的调用区，也发生以色列大使馆的人员互人摕刀啊堵的事件。Israel，主要你看就是因为这个，啥呀？就是以色列那个，你看看。好一名白衫外籍查甫人，拿刀刺杀了以色列使馆工作人员，规身躯拢是血倒伫涂骹，甚至清楚的回答公安的提问。无偌久，一名外籍查甫人骑机车赶到大社化，爱随叫救护车。这件冻结杀人事件发生伫北京外交使馆组织的调研区，其中美国大使馆就伫附近。犯案的过程，全拢互人以手机翕落来。北京警方公布消息，其嫌犯是咧做小商品生意的53岁外籍查甫人。
案发了后已经封立啊，当咧接受调查。那位于法国东北部犹太甲穆斯林人口真侪阿拉斯当地一间中学，13一名20多岁的车身的激进分子野刀弄入去，教职员甲警卫阻止伊的过程轰破，一名法语老师不幸身亡，另外一名体育老师甲警卫受伤。现场看到人表示凶手行凶进前也捌大声喊真主至大。Souhaiter avec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s Outre-mer et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être présent dès cet après-midi à Arras, ici, au sein de cet établissement scolaire qui a été frappé une fois encore par la barbarie du terrorisme islamiste. 18局势情景恶化了后，纽约、伦敦、圣路易、雪莱等地的犹太社区连续发生受痕攻击事件。美国成立上久的犹太民权团体反诽谤联盟所做的统计显示，哈马斯提出的攻击行动发生了后18点钟之内，伊斯兰军事团体甲被人指向主记者爱用的社群媒体 Telegram 反犹的威胁言论增加4倍。18冲突的头4日，英国境内反犹太的攻击事件就增加超过3倍。伦敦市长卡恩13证实，3间犹太学校为了学生安全，决定停课到16。荷兰阿姆斯特丹3间犹太学校13也伫哈马斯的圣战威胁之下，决定停课1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如果24年总统大选，国民党甲民众党敢会合作，各界是当咧关注。国民党的侯友宜甲民众党的郭文哲双方的幕僚今仔日下晡是进行协商，但是安怎确认上强在野候选人的方法了后，就会参加3场辩论会一共式。不过安怎推出这个上强候选人，双方的想法是无同。国民党提出初选的想法，民众党是希望用电话的民调，明仔载中途进前，两边会搁再确认后摆讨论的时间。双方爱手先例后兵，各界注意的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会前会则是下晡登场。国民党方面由侯友宜竞办执行长金溥聪、秘书长吴建廷代表会晤；民众党由郭文哲竞办总干事吴珊珊主任州路修代表。会后双方表示气氛真好。如何推出在野最强候选人的方式，我们大家都交换了意见。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辩论的方式，我们也讲过，只要确定了第一项之后呢，我们也同意双方都举行这个3场辩论。安怎产生上强候选人，双方以往无达成共识。民众党主张5间民调公司市话手机各一半，采对比式民调以平均数决定结果。国民党是希望以民主初选的方式展现直接民意，参加投票民众无分党派，必须亲签政治理念认同卡才能投票，采实名制验身份证。新党就曾经提出过民主初选，但当时的确发生过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不当动员。第二个，还有一个全国这样大规模的状况，它的确会是一个人力物力都非常大的状况。双方约定伫15中段进行确认下摆会议的时间，国民党甲民众党要谈合作，不过彼此比较意味也真高。侯友宜是一直做事，郭文哲积极举办新册签名会。外界质疑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是毋是敢若行过场尔？侯友宜讲，所有议题无缺限，斗阵团结，齐心协力。我们所有的造势，这早就已经排定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步调，希望凝聚所有团结在野的力量，以联合政府来政党轮替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我还是相信数字，所以说理性、务实、科学，这是一种态度嘛。对了，怎样力量合作方案，国民党甲民众党拢同意合作推动国会实处极大化。未来国会党团就议题合作，也同意来合作处理执政权了后组成联合内阁。伫政策上，义中求同，动中求异，人才以专业取向，尊重政党专业的特性。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国民党、民众党寻求合作，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是按照家己的行程，规工是踮伫咧台中。赖清德讲，目前无确定选战会有几组人马，要是呼吁支持者袂使答应。面对南北合作的声音，独立参选的郭台铭是透过伊的办公室表示，一直有咧参各方讨论在野大联盟的议题，无互人变演化的问题。进入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国民党甲民众党则是下晡举行会前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到台中来求详细，会到行程真满。赖清德讲，总统选举到底是几组人马参选也无确定，不过要赢得选举，只要爱是爱靠家己，呼吁支持者唔通大意，若总统大选爱赢，立委选举嘛爱赢。
场的选举啊，对台湾来讲足重要，足重要。那么未来选举啊，一定会愈来愈激烈。台中总统赢，总统就当选啦；台中立委若当选，国会就过半啦。大家讲对唔对？赖清德也强调，选举若选出亲中的政权，民主阵营一定会头壳痛。今日伫不管产业协会会议也答应推动经济发展，只要民进党照家己选前的脚步，就看对手安怎来出招。我能贴后头一点吗？新旧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出席晚宴会活动，不过无接受媒体访问。引来关问题的是，进前讲到知影胜选，郭台铭一定爱救入来。郭台铭办公室也做出回应，袂烦恼被边缘化。其实昨天柯主席这番谈话，大家就已经知道，他们一直以来都有联系的管道，而且一直以来都有保持联系，没有被边缘化的问题。对着是不是坚持选到底？郭台铭也表示，即阵的上悬指导员只就是3日来拼连署，也真期待国政的辩论，要对2300万人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台南站载时，有一个负责人摕2卡行李箱上电扶梯，结果无细之跋倒，头壳面拢着伤。4号的民众看到伊是赶紧通报斗三公。高铁是提醒旅客早大件行李，也是行动无方便的人，建议爱坐电梯，避免发生危险。有年人倒伫电扶梯拢袂振动，救护人员赶紧确认详细。高铁台南站14早起发生电扶梯摔落意外，一个护理人挂2个行李要坐电扶梯，甲大坑对顶面摔落跋倒，头壳弄到电扶梯，面部也受伤，边仔民众赶紧甲电扶梯骑停落。也有人紧急按停止按钮，电扶梯还是会震动一下，然后因为它翻滚了，所以它倒拆之后呢，咚咚咚咚咚咚，头部着电梯阶一路下来，所以。我看到他的当下，他已经流了非常多的血。护理人的空喙被紧急处理了后，第一届斗阵的人陪同下被送往病院，随上人真多，高铁站内拖行李坐电扶梯要起甲落来，旅客袂少。若是行李较大卡，也是较侪卡，会造成当心袂在哩跋倒，真危险。这么大的会坐电梯？可以多一点，就是站务人员可以跟年长者说一下电梯的位置，这样子。对，或者是广播其实都会有讲，对，就是这样搭电梯会比较安全。前面有电梯哦。保全人员提醒早大卡行李的旅客改坐电梯。高铁台南站讲，站内有真侪故事，提醒早大卡行李有新的护理人，也是老大人，这旅客一定要坐电梯。电扶梯头前也设有行李条啊，就是要阻止大件行李上电扶梯，提醒旅客一定要注意，避免相关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北港大楼长期有业者违法经营旅馆的问题，唔但有消防这寡公共安全的问题，也有一寡人直接吸毒。这寡非法的旅馆到今年9月底为止，观光局是已经开发138间，但是也是有侪业者继续伫咧营业。观光局昨是甲其中一间业者断水断电。勒令歇业之后，他仍然继续营业。徛伫违法业主套房的订房中心头前，高雄观光局验出违法事项了后，指挥现场人员断水断电。85大楼是高雄知名地标，嘛是违法业主套房真侪所在。观光局13对法了阁无解的违法业者85函馆强制断水电。这一家违法的旅宿业者，曾经被本局查获，并处以罚款，并勒令他停业。但是在最近，我们又上网去看到，他还是刊登广告在做非法营业的一个事实。观光局表示，民众发现违法的旅馆，会使提供经营的事情来检举。若查了确实，而且是新案，第3领检举奖金。打今年到9月底，市府就开发138件，累积的罚金已经有1615万。以发展观光条例，每件会使罚10万到50万不等的罚款，并要求停业，但也是有业者无管法令继续营业。想说比较便宜，差不多1000出。有听过，所以都会特别注意。警方直接伫85大楼内底设行动派出所，因为业主套房除了有公安问题，嘛传出过诈骗、监禁、食毒等治安事件。观光局提醒民众，旅游一定要选合法的旅馆，才会使保障自身的安全甲消费权益。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中国火箭军方高层传出谈有甲外泄机密的风声。中国国家习近平是大动作中心整理火箭军的高层。
学者分析，这可能会改变因的发展方式，更加威胁台湾甲区域之间的安全性。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显示中国军方内部各派人员都咧因为权力相斗，会影响习近平的威严甲信用。中共制造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则是发布总共查到共机11架次、共8架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甲处理。中共一直侵略台湾，外界解读一部分转移共军内部动摇，尤其负责掌控协务的中共海事军，包含司令、座位高层逼出涉贪，也有涉密的风暴。必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手来清洗，大动作来整堵海事军。学者但疫情分析，可能让海事军走向更加军事的专业化，严重威胁台湾甲区域安全。他换上去的新一批的人，当然是更加有听命于习近平，愿意为了习近平在所谓这个2027年以前完成对台湾动用武力的一个准备这样的命令，来去贯彻火箭军本身的一个配合。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当然对我们台湾而言，当然就比较不利了。但世明认为，无论共军高层是贪腐也是涉密，拢互外界感觉到这个权力斗争的感觉。习近平避免个人威信出现动摇，采取强硬的手段转移内部的动摇。另外，中国香山论坛要伫月底来登场，汇集国外高层、国防官员。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消息，外国媒体路透社讲，头一个替补人选是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有希望伫香山论坛进前来接任。刘振立他是属于西北系统，长期以往出身是在兰州军区。那这个何卫东，他就是所谓的闽江新军，跟习近平是比较亲近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是这两位的出现，也象征中国内部的一个就是这个派系的争斗。不过，所指分讲，中央军委会副主席何卫东相关呼声真悬。何卫东长期负责台海作战的任务，那出任国防部长，那代表习近平重整军事指挥体系，也代表习近平有意提悬对台海情势掌控。记者自综合报道。交通部6月底开始恢复部分民众会使检举的交通违规项目，但是因为交通违规的人实在是伤侪，侪县市拢出现检举量增加的情形。亲像伫台北市，逐个月边境加3万件的检举，新北市是加6万件，也那高雄市也有加2万件。汽车驶出地下道，双北市线外车道机车差一点风浪，气价提出检举。你刚才是一直沿路在照什么？对啊，你在照什么？照违规啊！看到穿白衫的查某人摕手机一直翕，也有骑机车的人当场去质问。面对违规乱象，交通部6月底恢复甲增加真侪项民众检举项目，即马也互检举件数明显升悬。本身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怎么讲？可能说在政策上，可能还是要说看是有人是因为用这样子去做恶意的。人民他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截取一些片段的影像，然后就去检举你，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警方照到民众检举交通违规，今年前6个月，台北市60多万件，逐个月平均10万件。刑法上路了后，逐个月平均13万。新北市也为逐个月13万件，修法了后来到19万件。高雄市的交通检举修法前后比，逐个月为5万多变到7万多，加超过2万件。检举件数跟检举成立举发的比例其实是并没有相较修法前有太大的差异，那可能还是在于我们会依影像内容去审视。当然多少会案件量庞大啦，那我们这边就是警方还是会依照相关的这个程序来做这个审核。虽然检举量变侪，不过上案率无一定增加。若是突然检举，恐惊会惹伫大家不满，也增加警员的负担。不过违规讲转来，用路人自律守法无违规，这是自保之道，也袂去互检举啊。记者综合报道。保地戏界真重要的大奖金奖奖，今年已经行到第17届。颁奖典礼伫咧今仔日下晡举办。上大奖最佳表演团体奖是由来自嘉义的五洲县义个蒋中剧团得奖。主办金奖奖的婚礼馆政府表示，为了希望保地戏通代代流传，现在是金奖奖也在咧做改变，毋但希望会使鼓励济保地戏界的先辈，也通吸引少年辈加入团成。
以传统布袋戏结合现代化灯光效果，行出新的风格。欧洲圣吉国掌中剧团以侏罗传奇好野收客囝，得到今年金奖奖的最佳表演团体奖。婚姻金奖不可断，掌中艺术永流传。短短2句连讲出布袋戏继续流传的愿望。那讲到少年辈今年的最佳口碑艺术奖是由上线军成片5周园得奖，代表领奖的是剧团第3代少年辈艺术。伊讲现主是有侪少年辈当咧徛伫传统，行出布袋戏新的路。布袋戏伊会当加真侪元素咧内底，光雕还是啥物沙画后景，甚至是咱的舞台拢会当做改变，都无像一般传统迄种布景式舞台。改变当中嘛，要保留咱传统的部分，一定要用迄个传统人啊，但也个迄个主演的口碑，一定要是一个人讲，因为咱布袋戏上主要就是咱五音分明。由布袋戏故乡云林主办的金奖奖已经行到第17届。云林县政府讲，为着让布袋戏通代代流传，金奖奖也等咧改变。以早就是大金奖，为着要好这40岁以下这个年轻的艺师也能够被看见，所以那么开始有这个青年金奖，那还有这个小金这个舞台来看到咱的传统布袋戏已经无同款了。县政府讲，这个奖唔来鼓励原本就伫布袋戏界拍拼的老技师，也通提供少年辈一个舞台，招更较侪人加入。透过多元素结合推广，让民众继续重视布袋戏艺术。记者郭文林用台北报道。政府为1991年开始有限制乌石花，过去伫咧台南白河乌石花的业者，自迄时开始就渐渐啊稀微。即阵有在地文化团体为着保留历史，就办论坛、展览，阁有布袋戏团演石花产业的故事，小解在地的产业历史。真大座的石花窑，即摆真罕看会到，因为台南白河遮的人拢咧做石花，因为先去山顶挖石头，佮用火药落去放，落尾伫顶头的炉，用一烟土炭甲石头放入火炉，好慢慢啊点底，烧好石花就落落来。毋过政府今日破坏地景、参环境，民国80年禁止挖石花，地处白河高单村3间石花厂，为着保存产业的光景，点是点仔口文教协会办迄个活动，要甲大家小解在地文书。工业社会因为人数嘛较无遐济啊，即摆拢直接用机械，无用人工啊。正康才是火药迄个才是迄个嘣就叫声。石灰的年代在我们的生活上，让街坊邻居再慢慢去一起再去谈起，然后甚至是往下一代的教育去扎根。在日本时代，台湾大量出口甘蔗糖，其中白河尖头山地下的石灰矿是重要的制造原料。在政府禁止挖石灰矿了后，石灰产业就变较稀微。点仔口文教协会指出，工厂因着开始转型，改用对国外进口的青石灰粉，再个用工厂内机械落去用，替产业找新的出路。焚化炉燃烧之后有产生硫嘛，要靠石灰去把它抓下来，所以它的最大的客户现在就是供应给全省的焚化炉。尖头山石灰矿高达100吨，在地文书团体伫这2个月假日办石灰产业论坛、相片特展、甲布袋戏训练活动。点仔口文教协会嘛讲，按算要多元发展，因望加做民众入捌产业文化的好所在。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最近天气较凉，温度豆豆降低，落雨的范围也会小可增加。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后尾外岛地区20度到27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资料。
罗西亚、乌克兰的战争改变国际的局势，超过600万人为了美战争是离开家乡。这场战争随时间一天过，各界的关注是豆豆减少。不过，咱台湾也是有少年人继续踮伫咧乌克兰做人道救援的工作。稍等的暗时7点半，对台记台青春咱的帮的采访团队到乌克兰看这场哪像离咱足远的战争，互踮伫咧当地的台湾少年人看到什么代志，听到啥款的声音。落尾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